讲到即马，那厝价悬，连税厝的租金也同款起价。根据行政院统计，全台湾5月税厝租金平均介绍指数来到2.6%，是28年来起上界低。根据调配处中人的观察，今年高雄市出现真侪起租金的案例，亲像高山美术馆迄边，一声就共起4000块。厝主带厝卡看房，门一拍开，一顶眠床、冰箱甲桌仔，一间6、7平，伫卫武营附近的套房要6000块厝税。高雄市这几冬除了房价直直起，厝税也对咧起。根据台湾房屋的统计，高雄市厝税起上济是伫美术馆迄边，有起到4000块；刷落来伫前镇甲三明区，上济有起到2000块。住伫前镇遮的厝卡认为，若是租金起伤合，会选择搬较远。可能多到我没有办法负荷我自己工作的一些平衡，那我就是会真的离远一点点。那景气不好啦，那个店家也不好经营啦。啊，你房东如果说一直涨、一涨再涨的话，两个都没有好处了。根据主计处的统计，全台5月厝税指数年增率是来到2.6%，是28年来上悬的。其中南部的厝租指数年增率是2.53%，也是11年来上悬的，已经超过北部。店长表示讲，这几年除了电价、物价起，加上这几年拢有科技产业进驻高雄，要找成本增加，厝租才会提悬租金来补成本的压力。厝头家永远拢是把家己的成本算伫个租金内底，所以包括即卖囤房税，个即卖房价嘛拢一直在起，所以未来高雄的厝税嘛是会对得起。店长认为，高雄市的房价这几年拢是压悬的趋势，短时间内面无啥可能会落价，除非是拄到较好心的厝主，也若无厝税，干那会愈来愈贵。记者钟一辉、顾昭勇高雄报道。